將空氣清新機放喺清單比較一下，你就會發現高價位嘅空氣清新機入面出現咗更多塔式結構。點解會咁呢？塔型空氣清新機係咪意味住更好呢？咁就要從我哋平時最常接觸到嘅雙體式空氣清新機講起。我哋知道佢哋通常係似個雙撳喺面積大嘅一面或者兩面入風。咁做嘅好處係風阻唔大，對風機嘅要求唔高，同時淨化速度更快。缺點自然都有嘅，一個係單次淨化嘅淨化率，呢點對於好多敏感或者有呼吸道疾病嘅朋友可能會意義好大，因為過敏源其實喺空氣中，量唔會好大，但會引發一啲不適。雙型清新機喺淨化嘅過程中，對空氣嘅攪動更大，同時仲有一啲冇能夠完全過濾嘅污染，隨住攪動而擴散，咁就導致好多人覺得空氣清新機冇用。如果呢種情況，就可以考慮專業嘅塔式，佢嘅原理係經過一層一層嘅獨立濾網過濾，咁樣嘅好處係出風口幾乎唔含污染物，比如呢台 AirPro 4i68，佢嘅出風口可以一直保持零懸浮粒子，而係濾網自身嘅問題。呢點對我哋每個人都非常有意義。我從一個例子嚟講講呢個話題啦。呢個係一個雙型清新機嘅濾網，呢塊係一塊塔型清新機嘅 HEPA 濾網。前者嘅壽命喺半年到1年，後者嘅壽命卻係佢嘅3至6倍，長達36個月。點解會咁呢？其實複合型濾網有啲似過濾水嘅複合型濾芯，而塔式清新機嘅獨立濾網就似係淨水器嘅分級濾芯。複合型濾網比較適合環境整體清潔度較高嘅情況。對於懸浮粒子嚟講，比如話灰塵、微生物、油煙好容易黐咗喺濾網同活性炭身上，尤其係活性炭分分鐘就報廢，濾網嘅窿一塞住就阻隔唔到，對於甲醛淨化、異味淨化都會受到好大影響。而塔式結構濾網似呢台 AI68，佢最下面嘅初效濾網就係 F7 級別，可以睇得出比複合型濾網厚唔止一啲啲。F7 濾網係採用玻璃纖維為原料。除咗灰塵，仲擅長過濾油煙同煙霧。對於屋企有人食煙嘅人嚟講，仲係非常剛需。經過呢個濾網過濾，較大污染物基本都搞掂，只有嗰啲比較麻煩嘅懸浮粒子，例如甲醛苯等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到下一層。中間使用嘅5公斤無膠活性炭濾網，你可以睇到裡面一粒粒嘅炭柱，容易知道濾網到底有幾重。最主要係佢喺強光下一啲都唔透光㗎，說明真係用料紮實。仲有頂層嘅 A13 級 HEPA 濾網，同頭先介紹嘅 F7 一樣厚。佢針對一啲超細嘅病菌、細菌等污染源嘅過濾嘅效率高達99%，淨化得非常徹底。呢種濾網互不影響嘅好處，除咗可以分別替換濾網，壽命更長，仲有唔容易因為2次污染導致輸出嘅空氣有異味，反過嚟影響其他濾網，降低淨化效率，淨化效果就會比較穩定。塔型結構，我覺得 AirPro 呢台 AI68性價比高，而且做工確實優秀，機身嘅細節都做得好好，真係冇必要迷信外國牌子。進口稅就係一大不售後嘅問題，亦都唔可以第一時間解決，真係碰到問題就麻煩。空氣清新機仲有一個最重要就係風機嘅品質，好嘅風機風量大、噪音低，機體嘅做工你可以睇睇質地，再推下部機睇下有冇古怪聲音，再就係睇下有冇窿窿罅罅，就知道佢做工如何。最後就係數據讀取同操作方法，依部 AirPro 支持 APP 跟機身嘅屏幕操作，可以實時顯示各種數據，了解空氣情況。呢個我就唔多講，都係肉眼可見嘅嘢。總結一下。點解要揀 AirPro？ 一有用過其他空氣清新機，但覺得對敏感情況冇太大改善嘅朋友；二屋企有二手煙或者環境粉塵、細菌較多嘅情況；三屋企污染物類型複雜嘅朋友，比如話唔單止需要淨化病毒細菌，仲需要淨化甲醛、苯等 VOC 或者其他異味。重度使用用戶對濾材價格比較關心嘅朋友，好啦，今日嘅內容就到呢度啦，咁下次見啦。